所以走出来的时候，我数学错6题，我是全班错第2多的，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错半题走出来的。所以你知道我那分这样走出来，对，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是满分，可恶，我错了1题，然后我走到在旁边就是没有讲话，一直在旁边掉眼泪。哇，你还哭了啊？因为考太烂，因为你知道同学的那个就是标准跟我不太一样，这样反正每次因为我们班都会去全班去报名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什么那种数学比试、奥林匹亚、奥林匹克各种，然后每次回来在31个里面，可能就会27个人得奖，然后对他们就是大概，然后你们以前不会，我们以前会就是我们班这是学校，我们有代表我们有出去参加数理竞赛，那这是3等奖的哟，然后就开上去2等奖的、1等奖的，然后什么几等奖的，然后我们班上就会剩下大概3到5个人，我永远在里面，我人生只有1次上过台，好的，至少上过台。我1次，其他次我都是陪考，因为我就是人家那种最低等级，什么入选啊，什么3等奖、2等奖，就是我是连那种入选都没有的，所以我就会在台下帮大家鼓掌，这样3年。所以你说叫我多专心学业，我没有。我跟你讲，我国中的时候，我们大家下课就会去数学老师那边的，就一个冲刺班，就是打电动，就是上下课之前后。就是会在那边打格斗天王，对，那我只觉得我那时候格斗天王打得比谁都好，但我除此之外，我去那边我也没有真的想要我只是想要让我不要烂到老师对我发脾气啊！你知道我数学烂到什么程度吗？我班导是数学老师，他也是基隆的一个数理名师。我数学烂到有一天中午睡觉睡一睡，老师说文强，你过来一下，他就到位置上把我叫醒。说文强，老师有话跟你说，然后把我叫去他位置旁边。午休时间，大家都在趴着睡觉。我说老师怎么了？他就从抽屉里面拿出一本书，跟我说，文强数学不好没关系，英文不要演烂。所以他就给了我一本英文杂志，说好好读英文。我老师已经放弃我了。对，你知道那一天中午，我就是觉得，真的吗？我可以不用念数学了吗？我真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好好读英文呢。我非常感激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班除了数学有分班。我们班上自己会，比如数学课会有分2班，程度比较好的一班，程度比较不好的一班，那就会有不同的课程内容。对，教学方式是主要的，就是希望让我们跟上，让他们更好这样子。英文也有2班，其实我国一下之前，国1、国2，对，可能到国2之前，我英文都是在烂班，数学也是在烂班。可是我好像从国2下，我就再也没拿过低于90分。哦，厉害耶！几乎就是，然后我就英文就是一直在班上前几名了，不知道为什么，超级没道理。就可能因为导师一句话，他拯救了我。对，我觉得老师也对你蛮好的。他很懂我哎，我还是很感激我的国中导师。